咱拢知影讲物件若起价起起嚟要降就真困难。那美国的歌手泰勒斯今年3月开始举办全世界巡回演唱会，这门票拢是卖甲空空。世界各地头的这个歌迷拢真敢开，可能会带动美金50亿的消费。不过有学者认为讲，这个歌手巡回演出虽然会当刺激到消费，不过也引起通货膨胀。 美国流行乐的天后泰勒斯，这个月初7是推出第3张登陆的专辑《爱的告别》。顶礼拜日是登起的告示牌专辑排行的冠军，这是伊第12张登起的排行冠军的专辑，比之前的大明星芭芭拉史翠珊阁加一张。泰勒斯嘛变做有上侪冠军专辑的女歌手，而且目前伊有4张专辑拢伫排行的前10名，嘛是1963年以来女歌手第一摆看到的纪录。 这么少年就伫乐坛有这么悬的地位，泰勒斯伫全世界拢有真侪迷众。今年3月开始的时代巡回演唱会，门票逐场拢卖了了。今年8月伫北美52场抢煞了，所有来都会去各大酒场。目前亚洲敢若安排伫日本和新加坡，新加坡的迷众甘愿困伫街仔拢2天排队嘛要抢票。 I've been here since 2 days ago on Wednesday at about 6 p.m. I'm here because I need to get tickets to Taylor's Eras World Tour. And when I do get tickets, it'll be such a surreal feeling. I'll probably cry. Highly likely I'll cry. I feel great. I'm stressed out. Oh my god, I'm just overwhelmed. I don't know what to think. I'm indescribable. I'm very happy I got tickets. Yeah. 有报道讲，泰勒斯是真正有够趁钱，敢若伫北美的演唱会，就会当创造50亿美金，差不多台票1548亿的商机，拍败几十个国家的 GDP。全球办131场演唱会，总收入就有到300亿的美金，这么多，有可能变作史上收入上悬的巡演。有经济学家认为讲，泰勒斯造成的经济效益，就和办一场奥运是差不多的。 泰勒斯演唱会平均一张票是8000块的台票，去看演唱会的开销，搁要加上加清大甲交通，一个人可能都要开4万的台票。这么大的消费力，嘛，互各地政府有真侪的税收，会使讲泰勒斯一来，当地就会当赚大钱。 不过，学者的看法是无同，因认为讲，亲像泰勒斯也是进前主办巡演办了的流行天后碧昂斯，这世界大明星，后尾将敢开钱去买贵松松的门票，搁带伫遐，这消费可能是互通货膨胀一直起来的原因之一。公司新闻赵如平编译。